大家好，我是潮州人，搭潮州话的。现在叫我老去买鸡杂转来 ，OK。我内边有放刀肉、刀皮、大肠头，然后我等下拿来煮烧食 ，OK。拢种伊价钱啊，袂使甲恁人打，我爱甲伊价钱来买伊。无哦，我甲恁人打了吼，我甲沉船啊，OK。刀肉、刀皮、大肠头，但是我甲恁人打喏，伊个刀肉是做过刀皮咧，我是爱刀，我是哪两样爱 balance 就 OK。这大肠头也袂做哩，吼。这拢总个价钱啊，恁人去猜啦。我著邮寄也放5尾个，叫我老去买个 ，OK。大肠头，头那流喙喏，啊刀肉，迄刀肉毋知会软袂哩，推到迄个袂软安尼，但是迄刀皮推就会软安尼。大肠头绝对会软啊，应该是酷好，OK。看咱流喙喏无，迄个是鸡杂，我今仔日买着做，但是吼，伊无限较侪，伊个杂咧，所以等我家己来加淡仔水安尼啦 ，OK。后尾我推几号，推出了吼，阮人去猜，金咩发啊！